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想让他们都能用得起手机。你需要多久啊？在里约下一笔资金到位之前，我们必须要完成所有的流程，包括设计、流片、测试，还有通话完成。海超，你要是真能在10个月之内完成，我就去湾区和风投对赌。10个月不行，8个月之内。8个月？我要陪林夕生孩子，然后陪她坐月子，必须在8个月之内完成。你还真成妻奴了啊！我跟你说啊，黄林夕对你就像是这杯酒啊，看起来是烈了一点，由于我喝还是不喝呢？哎，一入口啊，软绵醇厚，再也放不下酒杯了。你有什么资格笑话我？你忘记你当初追紫霞的时候了？我跟紫霞是羊肉串和毛豆。哎呀，都是盘菜，就是进不了一个盘。怎么了？怎么了？我们那些博士们看了里约的发布会，又想当逃兵了，还得打一轮鸡血。这次的鸡血我来打。哟，我真是服了，就因为一个破发布会就想辞职，啊，疯了！远航之前花了2个亿，又拿到3个亿，我们有多少钱啊？你再说了，他们是英雄，我们呢？他们花钱多，成本高，难道不是好事吗？这怎么是好事呢？他们钱多了，对我们肯定是坏事。我们回国做芯片的核心点是什么？这还用想啊？成本控制啊！没错，成本控制。如果我们芯片的价格不能达到国外芯片价格的1/5，甚至于更低的话，请问我们卖给谁？我们的市场在哪里？里约在量产之前已经花了5个亿了，他在美国流的片成本非常的高，他的竞争对手是谁？国外的大型通讯芯片企业。即便他的芯片是自主研发的，那么他卖给谁？他的市场呢？国内的人能接受这个价格吗？我觉得海潮说的对，我们领通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希望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手机啊！啊，那就意味着我们既要做得好，还要做得更便宜，这不是更难了吗？这是我的设计思路，你们先看看。你们都知道，一个芯片如果要能做到成本控制的话，首先布线要少，1层金属布线至少要做2次光刻，1次通孔的价格还可以，后面2层就非常非常贵了。不是，你等会儿，你打算省掉后面2层光刻？一般电路设计需要4层，我决定我们只做2层，只有这样才能大幅降低通讯芯片的价格。海潮，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做的是差分电路，有一对正负极的信号输入，然后加减的过程中呢，共膜信号会被抵消的，这是常识啊。这样不行，这样布不了线。我们要做差分的单端电路。海潮，这个单端电路非常挑战。我和你确认一下，你是要在2层金属内把它做出来。这个工艺窗口多小你是知道的，这个电路多难你也是知道的。然后它还非常的不稳定，动不动它就不工作，你这变态啊！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规避问题，实现差分的单端电路。这个好，海潮，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想都想不到，我的天哪！你让我消化下去。要不说呀，哎，
张三丰啊，那可是我们清华100年难遇的天才，是不是啊？哎，他一回来我就辞职过来了。要不说刘涵这种技术大拿，是不是啊？就一直跟着他，就一个字儿服嘛。哎，还有谁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成本啊？我的计划是4个月完成设计图，6个月完成流片，8个月完成初步的通话测试，12个月完全修复 bug， 实现长城上通话的终极目标。海潮，你怕不是疯掉了？我已经疯了。在座的诸位都是聪明人，你们觉得是领通有前途呢，还是远航能扬帆呢？哎呀，你们变得可真够快的。行吧，走流程。相信我们的站在张海潮后面，不相信我们的站在我后面。我补发1个月工资，高高兴兴送你们走。那还没想啊，谁在这边啊？好，我还有，别问我已经疯了。几个月？啊，关键是1个月。哎呀，众叛亲离了呀！好了，开始工作吧。累了，干活。Oh, hi. It is Evers. Yeah, my college told me that you're an OEM for the chip foundry. I would like to visit your factory, but I found your address on the website. It seems like an office building. Oh, so you mean you're an agency, right? Okay, got it. No, thanks. Bye. 哎呦，这么忙呢，我看你饭都没好好吃，你先喝杯奶茶垫着呗。谢谢。好。哎，我听你还在搞那芯片打假事情呢。我现在上网只看我的股票有多少。你看，我们公司现在估值$1 billion， 我的股票。我现在发现，这个 Evers 公司跟德州那家代工厂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怀疑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空壳，整件事情都是乌龙，太荒唐了。哇，你知道吗？你刚才说话的样子，简直跟黄灵溪一模一样，简直是黄灵溪附体了你啊！你别说，侦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黄连熙那张脸，我彻底被他带跑偏了。看出来了。董事长，打算重操旧业？怎么了？我也是电子系的，我可以来做验证啊。好啊，我们一起来验证。流片对于芯片公司来说，如同参加高考一样，而且费用出奇的高，能决定一家芯片公司的生死。喂，韩子，韩子，海潮，你不要这样！别走！别走！别走！海潮！你说什么？我说你不要这样，你再说一遍。不要这样！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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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来吧，回来哟！来，下面怎么唱来着？我是满怀期待，眼泪生出的泪，那不像你。老婆，跟你汇报一下，我做到了，我终于可以去陪你生孩子了。你会生的吗？怎么不会呢？哎，我前阵儿听到一首歌，歌词里说：“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你说这个歌词怎么写得这么好，像诗一样？肉麻。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望着你的时候，你在喝酒。坏人，偷听我打电话。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呀。8个月，完成设计流片还能通话成功，就这么几个人？应该有水分吧？去现场看了就知道了。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个团队就是全世界最强的通讯芯片设计团队。可不能任由他们这么发展了，否则博亚星光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他们的股东。去发布会看了就知道了。哎，师弟啊，领通的请帖我今天收到了，说他们的芯片也能开始通话了。这个研发速度还是挺快的，就是不知道质量好不好。文总，那您的意思是，不抓紧就上不了车了？这科研啊，不是赶集，啊，急不得。听说领通的芯片非常脆弱，一碰就容易失灵。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怎么出丑。都正常。把这花轮放上就行。小东，小东，哎 ，hello， 哎呀，辛苦，好久不见，还好吗？最近忙啥呢？最近就是忙这摊事儿。范总，啊，董事，欢迎。哎，要是能实现通话功能，你就算是为国家立功了。不需要我们立功了吧？李岳总已经立功了。哎，我师弟那是很厉害的，不可立功的人总是越多越好啊。我那时候只叫了国内的专家，你倒是叫了不少老外啊！啊，待会儿就等你给我们争气了。我看那些老外似乎不大相信。放心吧，来。好。Hi, Mr. Maurice. Welcome.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Mr. Lee. This way. It's incredible. Your company is so young, and yet it's already in the test communication phase. That's like a flower in the desert. Thank you. In China, chip business is no longer desert anymore. We are making every effort to catch up with the world's advanced technologies.
什么情况？你确定你输对了吗？对的呀。山亮，再说一次，马上通知李东升，让他尽量拖延验证时间。哦，怎么回事？之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我来试一下。Well, Mr. Lee, let's go check out your test room. Yeah, no problem. Let's go. You know what? Actually, we're alumni. My professor, Dr. Shang, used to talk about you a lot. In fact, he talked about you too, and he said you had a wild imagination. But he never imagined you're going to make a chip in China. Come on, let me show you around. Please check if everything follows the rules. Sure.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们会有问题。太太，哎，我送呢，我在路上呢，一会儿就到。OK， 拜。Madam, you need some help? Yeah. Come on. 黄仲凯，黄林喜，唉，咱们也算是欢喜冤家吧。我们不欢喜吧？我跟你也不是冤家。也是，你老公才跟你是冤家，肚子这么大了，还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换轮胎。打电话找个人修就好了。哎，用不着，我搞得定。我知道张海潮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穷成什么样了，让自己老婆在这里换轮胎、送餐，钱我出 ，OK？ 喂，你这么大个老板，你不忙的吗？啊，还有空在这儿多管闲事？走吧。我先打电话。哎，你不是今天巧了吗？嗨。Hi, Matthew 101。这么巧。黄连喜，你不会那个是那个羊水破了。哦，快点。OK， 我手机快点救护车。救护车。快点！来不及，你现在得马上去医院。不要！我带你，来，马上去，不然就在这里烧了。OK， 停下 OK。我这没问题啊。我这也没问题。同频测试开始。好。我觉得是外界干扰。你的意思是外面有人用一个伪基站发射一3峰频率的信号啊？对，这样测试协调效果就不会很好。谁那么坏啊？这肯定是跟他们有利益冲突的人呐，比如说李月。这不无赖吗？
通知李东升，让他尽量拖延时间。好。Dr. Craig mentioned before, when you're teaching college, your team w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ward, right? That was in 1988. Yes, 1988! You're a legend! The trophy's still there, in the exhibition hall. That's a copy. The original is actually back in my home. Okay, in next time back to the US, I definitely have to see that. Oh, sure. Enjoy some snacks. Excuse me. 胖子，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现在给我找一个武士队，快点。Hi, Jilly. Mr. Lee, can we start now? Yeah, but one moment. Is anything wrong? No, I mean, in our culture, we have to perform lion dance first. Everybody wants to see lion dance. Come on, Chinese culture stuff. Ah, okay. No, thank you. 怎么了？没事啊。啊，是我的问题，我这个人太迷信了。这么重要的事开始之前，我必须找武士队给我跳一段，不然我不安心。最好别出什么乱子。芯片做成了还能时灵时不灵啊？没问题。OK， 那边有吃的，很快啊。看来问题很大呀，东升总。通讯芯片哪这么好做？我说厉月那可不是一般人。是我们做的是慢一点，但是终归能量产，不像某些人之前说做好了，但是迟迟没有量产。为什么？哎，前段时间 BBS 上说那些你看了没有？我觉得有道理啊。这种危言耸听不足为信。希望如此。好了吗？能不能开快点？我怕你孩子被颠出来。你再这么磨磨蹭蹭的，回头把孩子生你车上啊，你这跑车可就报废了。不行，张海潮给他电话，我要把你物归原主。别打给他。为什么？我让你别打，你就别打。我知道了，他在做实验是不是？这个人一点都没有变，做起实验六亲不认，他们不管你生孩子的事儿啊。也正常，他就是个冷血动物。我说过了，怎么样？去中国做生意很开心是不是？听说你们那边的支持也没拿到。人家问我张海潮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别那么多话？你专心开车，开快点，开快点啊！正开。OK， 深呼吸啊！媳妇儿就跟我说了啊，让我好好在外企待着，别出来搞什么创业。那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王叔，你现在说这些完全没有用啊！我们抛家舍业的都没这么紧张，你也放轻松点。我跟你不一样，行吧？啊，你们看啊，这是我抓下来的信号，全部都是噪音，干扰的噪音，不是编码后的有效数据，这些数据是假的。干扰方向找得到吗？这种干扰应该不会离我们太远。我正在用仪器抓空中信号的分析，刘涵，这部分导频信号是基站发出来的，本来是有规律的，
现在受到很明显的干扰。我们先把基站导频信号给恢复出来，减去导频信号后，剩下的就是干扰信号的样子。再根据不同的观测点干扰信号的强度，就能大致推算出干扰信号的来源方向。你打算怎么处理？切断干扰源吗？切断干扰源需要，也需要重新做一个算法来过滤掉这个波段点的干扰信号。我们只要更新一下算法，还是可以正确解调的。这个算法层面难度提升很大，我们还来得及吗？我做就来得及，不过我们得双管齐下，附近离接岸近的楼也不多，知道方位后未必准。盘子方位戳到你。东北方向有人干扰我们的信号。好，我刘涵、杰森留下，其他人把东北面离我们2公里左右的楼全部都摸排一下。好，走。分开找，分开找。好，我们这边。Stop here is fine. Okay, stop. Thank you. Okay, yeah. Take a tips. Okay, thank you. Hello? Yeah, here have some emergency situation. My friend was missed, and the blood is on the floor. I don't know what has happened. Here, nobody here. Okay, this address. Thank you.太好了，你再验算一次，如果好了的话，我就去通知东升。哎，小翠，喂，小翠，怎么了？海潮啊，林信他失踪了呀！失踪了？怎么可能？因为他今天要去送餐，因为餐很多，他就借了我的餐车，他开了我的餐车，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然后我就这么我找过来，我看见我的车了，然后他没有在车上，手机掉在地上，然后地上还有滩血，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办啊？不是，你等一下，你慢慢来。你刚才说手机还在地上是吗？如果真的是被人劫持的话，手机不可能留下，劫持总是要有目的的吧，对不对？好像有点道理啊。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先看看周围有什么异样没有。呀，海潮，他这个车胎换了一半，没换完。那就是了，有可能是他下车换轮胎的时候闪着了，不舒服了，然后被路过的人送到医院了。那这个情况岂不是更危险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去周围的医院看一看，好不好？我正在做测试呢，如果找到人了，马上通知我啊！辛苦你了，谢谢你，小翠，再见。怎么林夕失踪了？应该是不舒服去医院了。这什么情况啊？你先别管了，你先看更新完了没有，再检查一下数据。数据应该是没问题。哎，哎。时灵时不灵呢？可能是升级以后接触有点问题，我们再试一次，来再试一次。 Help somebody!
Woman in labor! Woman in labor! Doctor! Somebody! Is it Brian one from TF? When did he get married? 我的名声被你毁了，黄日新。对的，以后人家会说你见义勇为、仇将恩报的。Doctor! Follow me this way. Hold the doctor. 不要替我抱住家里肚子。你快点！他的病。哦 ，We talk later. OK。哎，白宝已经出境了吗？会议开始了吗？林总稍安勿躁，很快了。是不是还要耍刀，还要祭祖啊？正好相反，我想讲一个吓人的故事啊。有一天早上啊，我刚起床，睡眼朦胧的，哎，突然发现旁边站了个人，吓坏我了。然后我就翻来覆去的，我就眯着眼看啊，哎，好像不是个人，是个影子。没办法了，我揉揉眼睛吧。我再一看啊，什么都没有，吓死我了。钟山总，做科研的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种鬼魂不鬼魂的，能不能少说几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测试啊？再不开始，难免有人觉得领通弄虚作假呀。好歹我们领通的芯片也是在隔壁的华源之心做的流片，别忘了那是刘汝京的厂。我们的芯片有没有问题，人家心里没数啊。这我可以作证，刘总的确对他们赞不绝口。哎，倒是我听说啊，前段时间给远航科技代工的代工厂好像有问题吧？李东升，你别信口雌黄啊！这里这么多外国专家，我们要不要来证明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认为艾瓦斯代工厂？怎么样？什么都没有。接着。数据更新完成了。怎么样？辛苦了。肖博士已经切断了干扰源。我听说啊，那家代工厂不是真正的代工厂，实际注册地啊是个军民房。外网上的消息能信吗？我是不相信啊，但是无风不起浪嘛。你这少说两句，这么多人看着，很敏感。我就是把我知道的内容复述一遍，顺便关心一下关总做的项目。毕竟关总心里面最关心的是国家的钱会不会被浪费。真出了事儿啊，这顶帽子给我摘了。你说。
非常清楚，非常清楚。Test. Very clear, very clear. 林总，一切正常，一切正常。谢谢，发了。Okay. Turn around, please. I'll give you Anastasia. Great. Sir, please help her. Oh, no. Shouldn't there be a medical? There's not enough people, please. Come here. Okay. What should I do? Knees towards her belly and pull her head. Okay. And you go towards me. Okay. A little bit more. A little bit more. Great. Yep. Okay. Perfec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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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try again, okay? No. Don't. Wait. 不是，你告诉他我那个溜冰，我脊柱侧弯了，我必须要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才可以。行，she has scoliosis as a kid from ice skating. And we need someone more experienced. Please. 可以了，谢谢。太好了，感谢大家。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测试间，认识一下幕后英雄。好，来。This is Liu-Han from Lintong Technologies, Professor Watson's best student. We heard his name back in the States. Hi. Yeah, Watson. Yeah. He's like my mentor. Oh, there's a 蜜蜂 bee. Thank you. Good job. Thanks. 吴晓，帮我找叶翠的手机号码。黄玲熙那闺蜜叶翠，你找1杯就知道了。行，赶紧的。Hello， 张海潮。谁？黄仲凯 ，Brian Huang，TF CEO 你的前老板，我现在跟你老婆在一起，她要生了。是吗？是啊。羊水有点不够，目前还好，但是哪家医院 ？Kaiser， 你老婆在 Kaiser。这样，我能跟我老婆说句话吗？她正在打麻药，不方便。你要见你老婆，你为什么不亲自来呢？这个是你的第一个 ？No。东升，了不起，还行吧。当然了，跟你们的中国奇迹没法比。Bravo！ 了不起的成就，恭喜你们。Shall we go? Okay, Mr. Lee, very good. Hi. Thank you. 孩子，让我看看你的金手指。行了，金手指点菜了，晚上吃什么？老肖也立大功了，老肖吃什么？火锅。一岁壮星。后面我就都不参加了。怎么了？一起早产了，我现在就得去机场，去旧金山的飞机2个小时后就要起飞了。哎，你赶不及了，你现在去机场要1个半小时，你来不及了。我必须要赶上。小仇，一起想办法。